去年10月，朱茵顺利诞下小龙女黄英，黄贯中首次当上了爸爸。昨天是父亲黄贯中首个父亲节，对此，老婆朱茵特地下厨房为黄贯中准备爱心晚餐，并通过微博替女儿送上父亲节的祝福。在厨房准备晚餐，忙得满头大汗。滚铃机女儿茵茵偷偷送给睡着的爸爸黄贯中，祝父亲节快乐。另外还晒出女儿和黄贯中在一起的温馨照片。从晒出的照片中看出，小女儿可爱的脸蛋，一脸的萌样，调皮的吐着粉嫩的小舌头，正高兴的一屁股坐在老爸黄贯中身上，而老爸黄贯中居然睡着了。随后黄贯中转发此微博，并为自己辩解称：“我不是睡，我只是被叉烧包玩虚脱了。”看来在首个父亲节一直捞奶粉钱的黄贯中，一直陪在小黄英身边，一边有老婆朱茵准备爱心晚餐，一边又有机灵可愛的寶貝女兒陪玩。黃貫中的幸福真是羨煞旁人，就算是虛脫也是值得的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，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